大家好，我係外科專科馬家榮醫生。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喺香港咧好常見嘅情況，但係咧亦都經常被忽略嘅健康問題，就係乙型肝炎同埋肝癌啦。講到肝癌，喺香港每年都有過千宗嘅新症，而當中咧最大嘅成因咧就係乙型肝炎啦。根據統計，大約每10個香港人就有1個咧係乙型肝炎嘅帶菌者。不過好多人咧都唔知自己其實係肝炎嘅帶菌者嘅，因為大部分嘅乙型肝炎帶菌者咧都係冇病徵嘅。乙型肝炎係由乙型肝炎病毒所引起嘅，主要咧係透過血液、性接觸或者由媽媽垂直咁樣傳染俾 BB 嘅。一旦感染，病毒咧就會長期咁樣潛伏喺肝臟裏邊，而呢個病毒咧會引發肝炎，長期亦都會引起咧肝硬化、肝纖維化，最終咧甚至可能會增加患肝癌嘅機會嘅。所以如果你係乙型肝炎帶菌者，係需要定期進行跟進同埋檢驗嘅。醫學上嘅標準建議咧係病人需要每半年進行一次驗血，睇病毒指數啦、肝功能啦、癌指數啦，亦都需要透過掃描，例如超聲波啊、電腦掃描咁樣去睇下肝臟有冇異常嘅。呢一啲檢驗咧可以提早發現肝硬化或者肝癌，提升治癒嘅機會嘅。而家其實有好多有效嘅抗病毒藥物都可以控制乙型肝炎嘅病毒嘅活躍性，減低對肝臟嘅破壞。呢啲藥物咧係需要長期服用嘅，因為乙型肝炎病毒咧係會長期潛伏喺肝臟裏邊。食完呢啲藥之後咧，可以令到病毒量咧減到係一個好低嘅水平，大大減低患肝癌嘅風險嘅。至於冇受感染嘅病人咧，最好嘅預防方法就係咧去注射疫苗啦。喺香港咧，喺1988年起咧就有乙型肝炎疫苗兒童咧免費注射嘅計劃。但若果你係成年人又未經接種嘅話咧，你都可以補打3針嘅疫苗去保護自己嘅。最後想提醒大家，肝癌早期咧係冇任何病徵嘅。若果出現黃疸病、肚脹、水腫、肚痛或者體重下降呢啲病徵咧，其實可能肝癌已經去到一個比較後期嘅時候啦。所以大家千祈咧唔好等到有感覺、有病徵先至去做檢查，尤其是係乙型肝炎帶菌者，更加咧要定期做肝臟檢查啦。保護肝臟由了解開始。